就是我有跟中线开过会啊，就是这个礼拜就是给对手一些 surprise 吧，因为大家 scouting 里面都会对我们的先发去做一些预备嘛。那这2场球就是跟他沟通说，我想要让廷恩多一点的机会。大家看到慢慢的廷恩、桂宇，尤其是翔军打的时间是比较多的。那慢慢我也是希望给廷恩跟桂宇有更多的机会。那桂宇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大家也看到他就是跟文成重复位置，然后跟 Mike， 那我们又有中线跟志杰，所以桂宇在这边的时候他比较尴尬。那我就是让他说，我有换一个方式让你上去，就是第4节。我相信你第4节这样上去，你学到的东西会来的更多，因为第4节是教练会相信的人才会第4节在上面嘛。所以桂宇是他们3个里面最少出赛时间最少。那回到刚刚你的问题，就是说我想让一些年轻人，因为中线前面是我们出赛时间最长的球员，那我们一定要开始备战季后赛，必须下修他的上场时间，也要保护他，不要让他受伤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球队，志杰大家有看到之前是。如果我们2连战，尤其是客场，我们就直接调整他。那中线我想要开始去调整一些他的上场时间，能够不要让他在季后赛当面就是不要让他受伤嘛。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一样，不要受伤进入到季后赛。那前面打得好都白打。就是不能拿好像我们连续2天出赛，然后体力为借口。就是我们的确在这2天的防守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对方都拿到100多分。那我们如果真的一直是失分这么高的话，当然就会就是好像一路落后在追分，跟昨天完全一样。那好在就是我们半场进去也是跟提醒球员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防守守不住对方，那我们进攻也必须比对方更强势。真的大家想跟他比进攻，那我们也必须要进攻要拿出来，总不能守不住我们也攻不进，那当然这样比赛就投降了嘛。后来下半场之后，大家应该有看到，包括 Mike 啊、文成。翔军其实尤其文成翔军啊，就是昨天的出赛时间没有很多，那今天其实上场时间也是从后半段才上去，然后一上去基本上就换不下来了，就是上去表现得很好，起码在防守端上面有些，就是我们看到对方第3节是19分，然后第4节是23分，跟第1节、第2节是非常大的一个落差，所以从防守下半场当然在防守方做得很好，那这几位进攻上去的时候就打得比较有条有理，不会很慌慌张张，然后很多的失误。所以才也算很幸运吧，算逆转赢球，谢谢。就是就像教练说的啊，就是扮演自己的角色嘛，就是可能就是前一场打很少，然后其实下一场也不见得会打很少，就是准备好嘛，因为年纪都那么大，其实不会那个思考跟那个负面的东西不会那么多，就是以正向的东西去思考说，其实只要帮助球队，然后可以赢球就好，就以团队为主这样子。Yeah, I mean, biggest thing is we knew that we weren't playing well, so biggest thing was to come home and play in front of our fans and try to get 2 wins back to back against teams that are playing pretty well. So we accomplished the goal, and I mean, individually, stats and stuff for me don't matter. It's about wins. So just happy that we got 2 wins in a row. 他说近况其实球队表现没有好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回到自家主场。然后把这2场胜利拿下来，那个人的数据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能够帮助球队赢球才是首要的任务。好，翔军谈一下这场比赛，然后这场胜利。今天教练其实就有跟我们讲，因为自己没打，所以叫我们几个中锋就是要保护好禁区，因为其实对方也有塔逼这样。我也是就是在场下就是做好准备，如果教练需要我就是上去全力以赴这样。